12月7號記得投票。大家好，我係1號民建聯嘅陳克勤。民有所呼，勤有所應，希望你繼續支持我，投1號陳克勤，我哋齊建好家園。請你支持1號陳克勤。Hello， 大家好，我係李梓敬。過去4年，我哋成功爭取沙田繞道、獅子山隧道擴建、設立 B8 服務等等，懇請大家支持梓敬連任，繼續喺立法會為街坊服務，堅守社區，發聲國際。多謝各位好，我係新界東北立法會候選人3號黃永浩，我係一位現任區議員，獨立無政黨。12月7號請支持3號，我係你新嘅選擇，新嘅希望。各位市民大家好，我係4號嘅候選人工聯會顧偉兵。喺5位嘅候選人當中，我係最年輕嗰位。我嘅參選理念係實幹敢擔當，拼搏為民生。希望到時各位可以支持4號工聯會顧偉兵。大家好，我係5號鄧兆峰，係現任嘅區議員，有紮實嘅地區服務經驗，作為測量師兼法律博士，特別關注社區嘅規劃。嚟緊就住新界東北嘅活化發展，我哋要把握機會，改善居住環境，推動地區嘅經濟。舊區活化當然係好啦，喺內地同埋香港咧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嘅。呢個唔單止咧係可以改善當區嘅一啲嘅居住環境啦，提升當地嘅一啲嘅經濟，亦都係可以咧令到更加多嘅旅客咧係去當區去旅遊，提振本地嘅經濟。所以舊區活化我哋當然係贊成，不過第一樣嘢要做嘅就係要解決當區嘅交通問題。我哋而家睇下大圍同埋大埔嘅呢個4里，其實咧平時已經係塞車塞到水泄不通，行都行唔到噶啦。咁如果我哋再將個區活化而冇理到嗰個交通問題嘅話咧，其實就會令到當地咧嘅居民係苦不堪言，亦都係帶動唔到當地一啲嘅經濟，幫唔到舊區嘅活化。所以舊區活化必須係要同當地嘅交通咧係並軌而行，咁先至可以做到最佳嘅效果。我哋新界東北咧喺呢一個舊區重建嘅方面咧，面對2大問題。第一個咧就係安置嘅問題，因為我哋新界東北咧，即係無論沙田或者大埔咧，都缺乏一啲新嘅公共屋邨。咁所以如果要做咧呢一個大規模嘅舊區重建啦，咁究竟點樣或者邊度將呢一啲人咧去安置去一啲公共屋邨嗰度咧？嗱，第二方面咧就係話要提高咧呢個住屋嘅比例，為咗迎合咧呢一個舊區重建嘅需要嘅話咧，其實我哋咧要先解決咗個交通嘅配套問題。譬如而家我哋區內咧2個咧係舊區啦，譬如好似大圍嘅市中心啦，或者係大埔嘅舊區咧，2個咧都面對咧好多擠塞嘅情況。我哋咧嘅路面啦、嘅交通啦、嘅道路比較狹窄。如果咧喺呢一個時候咧進行咧重建嘅話，增加咗人口嘅話，咁我哋交通咧未必負荷得到。所以嚟緊咧，我哋先要解決呢2個問題，我哋區內咧嘅舊屋重建嘅問題咧就可以得到解決啦。新界東北好多地方都仲係有好多舊樓，村屋都越嚟越老化㗎啦。再加上滲水問題普遍，我好希望咧政府能夠加強滲水辦嘅工作，主動為居民檢測同埋處理滲水嘅問題，解決社區嘅矛盾，其實就可以改善到居住嘅環境。同時，我哋要建議設立一個樓宇維修基金，呢樣嘢可以支援到居民維修舊樓，提升到居民安全同埋生活嘅質素。我哋仲可以參考內地舊村活化嘅經驗，保留歷史建築，加入新嘅設計啦，同埋文化元素，咁樣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社區重新重煥活力，有特色又有歸屬感。我哋新界東北嘅活化唔係淨係講發展，仲要係改善民生、保育文化、重建社區嘅營造力。大埔同埋沙田區嘅舊區已經有幾十年歷史，唔少嘅建築同埋道路已經開始老化，道路不平同埋樓宇滲水嘅問題亦都經常發生，導致住喺舊區嘅街坊感到係唔方便。但係要對於舊區進行翻新亦都唔容易，除咗政府方面冗長嘅各類程序之外其實部分係冇立案法團嘅樓宇亦都難以係去進行呢個工作。因此，我會全力推進呢個樓宇更新大行動3.0，優化並且簡化政府樓宇維修支援計劃，同時係推動政府檢討聯廈聯管試驗計劃推行嘅情況，盡快係修訂完善，並且係將計劃推展到去新界東北。至於公營房屋方面，建議房屋局係盡快將幸福設計同埋智慧屋邨去推廣至全港，並且穩步推進重建式舊式嘅公屋。新界東北嘅活化可以話係挑戰同機遇並存。我嘅方案係用專業逐一擊破。第一係居住環境嘅挑戰，關鍵在於園區安置。以落成50年嘅瀝源邨為例，居民最憂慮嘅係要搬遷。我轉章去到精準嘅規劃，實現起一棟拆2棟嘅模式，釋除居民嘅疑慮。第二係地區經濟嘅挑戰，在於點樣去到保留特色。好似活化沙田街市、改建火炭熟食檔嘅項目，最怕係冇咗人情味，變成倒模嘅商場。
我建議由商戶同居民共同參與地區活化專組，確保未來嘅發展要貼地氣。第三係工業區嘅挑戰，核心係在於產業升級，為大埔同埋火炭嘅舊工業區揾到新嘅出路。我倡議打造新界東創科走廊，連結火炭嘅數據中心、中大嘅人才培育基地、科學園進行研發同埋孵化，再到大埔進行 MVP 嘅生產，形成一條龍嘅產業鏈，創造園區就業嘅機會。